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6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来关心，就是这有8个美国学生伫咧新北市公寮的海墘啊耍水的时阵，有2个人互海鹰甲架去，其中1个人是救起来，另外1个呢，昨个吹到的时阵已经过身啊。另外伫咧绿岛呢，是有1个墨西哥籍的游客，那像是互海水倒拖出去，到呾是犹阁找不到人。 海巡因海岸咧超吹，船也共步出动，伫海面咧找人。空气直升机空中来回探查，消防队搁穿装备，唱水兵进入海底。刘海空总动员总算伫3日下晡1点外找到4人的美国籍男大学生，不过已经无喘气甲心跳，明显死亡。因为海流的一个状况是很不一定的，也许他在外面，这都推测啊，就在外面一段时间再被推回来。 我们在推测可能会飘到哪里去的一个地区，所以就是因为在我们规划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才能发现到它。这个20多岁大学生来自美国纽约市理工学院，和共校的朋友做伙来台湾游学。这个月日，连假头一天，8人到新北市公寮的海浜耍水，所有2个人互大鹰夹走，其中查某同学互救回来，1个人是无去。经过几日天的搜索，伫盐寮沙坡区找到。目前正在实施大白鲨海域海面搜寻。案发的同一天，台东绿岛有人失踪，3位外国的旅客伫大白鲨海岸咧耍水，一位墨西哥的男性疑似互海流抢走，海巡甲警消接到通报了后，就马上投入救援。3日透早继续咧找，只是到呾拢还未找到人。 南北边目前都已经有扩大那个搜寻的范围了，不是只有增加，不是只有那个大白鲨那个区域啦，在地的那个潜水的一些教练也都有投入协助。目前那边回报的状况是，还是在持续的搜寻跟搜救中啦。 案发的2个现场都是合法的耍水区，但是消防甲海巡犹原提醒讲，伫港区甲岸边的活动，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尤其是电楼、课楼也是离岸楼，这拢要搁较细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咱来关心这场新北市三峡的车祸呢，是造成真严重的死伤。这个领事的78岁生伊的家属，伫昨早起已经过身啊。这阿东病院讲，虽然讲手术几落摆，不过也是因为器官衰竭来死亡。那新北市法制局是表示讲，这刑事的部分呢，已经无法度继续来调查，也不过后续的赔偿是袂受到影响的。 三峡车祸死于驾驶冲动，造成3人死亡，真侪人受伤。78岁伊治疗输了后昏迷，送医治疗到即马10外天，无法度做笔录。即马刷抢救无效，第31早起宣告死亡。希望他能够受到法律制裁。结果他好像他在这样子，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对那些这样的小孩的不公平啊。 没有去想那么多，先关心女儿这一部分这样子。面对老爸过身，阿东病院回应，为19到31，除了真侪届手术，嘛伫加护病房持续用非手术性疗法治疗。不过也是因为真侪器官衰竭死亡，也互伤者家属真意外。代志发生的原因，搁较无法度查清楚。 检察官依法只能职权不起诉，也就是这个刑事案件这边会终结，无法继续侦办。统计到即马，专案还有4学生囡仔住院，其中有1个人伫加护病房。即马调书老爸死亡，那刑事调查受影响，受伤学生囡仔家属嘛烦恼后续赔偿问题。在第一个时间就立即启动了假扣押调查事实的脚步，绝对不能停歇。我们要给 所有的受害者一个公道，不管他有没有放弃继承，原则上都会以加害人的那个财产为赔偿的基础。新北法制局表示，进前已经有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协助家属申请假扣押，准讲驾驶死亡也会当向继承人请求民事赔偿，相关求偿未受影响。新北交通局嘛说明，3个月内会伫案发地设实体检测站。 部分人行道会加装栏杆，提升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又搁有车辆乌白撞啊！这是高雄的一个富人人，因为无注意，结果规台车偏煞去弄到边仔2台停伫路边的汽车。另外呢，嘉义呢是有驾驶伫停车的时阵，这赛道无救，所以规台车呢去弄乌托摆了后，又搁往车路迄边驶过去，加在2个事故拢无造成伤亡。 白色轿车弯弯无偌久，就一直向正边偏去，最后连线弄到2台停伫路边的车。还蛮严重的，因为他的车子直接压在前面的黑车上面。对。他开车的是男的，是女生？女生。但是他下车说他心脏不舒服。
事故3则发生伫高雄丰山的高雄1路，加载肇事车辆虽然弄到路边的车，并无造成人员伤亡，但台湾最近连续发生汽车爆冲肇事的事故，互未少民众真惊吓。警方接到通报，嘛赶紧到场处理。根据了解，肇事驾驶是66岁温姓妇人。现场无人受伤，9测值为0。初步肇事原因研判为温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详细肇事原因仍需待交代判定。肇事妇人偏离道路的原因，爱等警方厘清，但毋拿高雄，同一天伫嘉义市，嘛有粗心的驾驶开车到5凤南路甲水阳路口下回的时阵，无求手动，造成车辆先弄到人行道的机车，搁向道路出去弄到违炸。自小客车违规停靠于路旁卸货，疑似未妥善拉起手刹车，警方已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规定，自担举发外，并依程序厘清肇事责任。警方以道交条例对肇事的损失驾驶开单，两件人为疏失造成的车祸虽然无伤亡，但警方嘛提醒民众开车要注意行车的状况，停车嘛要遵守相关规定，并确认敢有停好，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公司新闻陈环宇、民交馆高雄嘉义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啥物可能大代志咧？做回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新冠快筛呢，即马连诊所嘛开始欠缺。统计到5月30为止，全台湾敢若剩万外济尔尔。这基层的诊所是呼吁讲，快筛就应该爱先互高风险族群来使用，也应该爱加速生产，也是增加国外的进口量。中国时报：13厂甲别寮电厂停泊了后，即马电力送去北部的能力已经减弱啊。未来基隆、台北东区、新北市甲宜兰伫2032年进前，也是有大停电的风险。自由时报：卫福部设稳固医疗会诊平台，希望离岛的病患的送医的流程会当加较简单的。也毋过实行半冬以来，煞定定有各样，互人批评这款设备是有敢若无共款。另外，要继续来关心的是，今仔日呢是5日节连假的上尾天。这高公局讲，上北的车天呢是会真济，交通量有可能是61百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其中，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卑南的路段，可能是对早起的8点，会一直塞到下暗的8、9点。明天是主要是有一些北向的车潮哦，明天北向大概会预估达到61百万车公里，是平常1.3倍左右。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我们针对国5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国1、国3是没有的。那国5的部分是在苏澳至头城的北向实施1点到6点的高承载管制，限制3人以上的小型车通行。高公局是建议讲，这行西部国道上北的民众呢，南部地区的是建议伫9点进前就爱出发，也那中部地区是中到12点进前出发。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上北的民众嘛是同款建议伫9点进前出发，才免规个拢塞伫个路里。来关心6月新制，亲像甲民生相关的呢，就是这热人的电钱，一般家庭逐个月是拍算会加出要500块啊。即马另外呢，代替的票价是自6月23开始，嘛要开始来起价，平均是起26.8%。以自强和台北到高雄来讲，这票钱是加151块。下蚵仔蓝粉椒，搁拍一粒卵，刷落来冰面煎一个，香公公的蚵仔煎就会当上桌。毋过最近天气愈来愈热，加上6月初1开始到9月30启动热人的电钱，小食店的头家是讲，逐年到这个时阵，拢敢若会当想办法省电，硬经过去。夏季电价调涨的话我们付的电费要涨很多。冷气能够不开的就不要开，尽量用外带的方式来度过这个难关。即马热人的电钱是用2024年电钱审议会决议，根据台电的试算，去年一般的家庭热人平均月用电428度，电池大约1079块，比毋是热人的月份601块增加478块，电钱增加的程度是有80%。不过毋拿热人电钱，6月23开始，30年无起过的代替车票也要起价，平均起的程度是26.8%。台铁通勤的话，一定会觉得影响蛮大的，相对它可以不要那么长误点，我觉得这涨价应该还算合理。我应该是还好，因为我本来就很少搭大众运输。以自强号台北到新左营来做例，票钱对824块调整做975块。也那外靠铁路的华东地区，
若是对台东坐自强号到台北，车票会对783块起到936块。另外，6月份的新制，阁有财政部修正走私案件免罚的标准，取消原底4条钱免罚的机制。旅客出国旅游，若是要寄回互海关查到，上悬会当罚15000块。健保署是扩大增加免疫疗法的适用范围，新增加列入非临床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一线治疗，转移性大肠直肠癌第一线较早期3阴性零癌，按算会有3400位癌症的病人会当受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奈及利亚的尼日呢，最近的是咧做大水，目前是已经有151个人死亡，也阁有3000多人是有路无厝，这搜救的任务是继续咧进行当中。当地民众了水过，想要伫大水过后赶紧恢复生活。不过，也有真侪救援人员咧甲黄金救援时间比赛，希望伫落高麦啊、甲拖桥堆内底敲出可能的幸存者，有高消防人数也会提悬。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their houses sleeping. Some are still in the morning sleeping. So many people. In fact, we cannot count them unless we're able to see the body to count. If not, they are uncountable as at now. Even myself, I lost a brother. 目前多是奈及利亚雨季，尼瑞州自白暗时落一场大雨，一直继续到透早，造成当地严重的大水。正向的大水将人甲面体直接冲入去尼日河内底，无看野食。至少有500户家庭受灾，3000多人无厝通住。According to our records and the number of bodies so far, we have about 111. But now talking to the head of the district, he's telling me that they're estimating over 200. 虽然雨季期间较会发生大火，不过官员表示，无常常看到这么严重的大水。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化严重，和酷化甲极端落雨出现的状况愈来愈多。自2021年，当地也捌遭受10几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迄时阵造成600多人死亡，差不多140人有路无厝，也阁有44万公顷的农地被大水冲害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国防部长伫新加坡的亚洲安全会议当中，伊讲，若准中国用武力来侵犯咱的台湾，安尼是会对全球造成真严重的后果。也若前一天，这法国总统嘛是同款表示讲，若准顾在这俄罗斯安尼来侵略乌克兰，安尼同款的情形，若准放伫亚洲，中国嘛是会威胁到咱台湾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日出席伫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而且可能真紧迫的。北京若想要占领台湾，会对印太地区甚至全球造成毁灭性后果。It has to be clear to all that Beijing is credibly preparing to potentially use military force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We know, it's public, that Xi has ordered his military to be capable of invading Taiwan by 2027. Again, to be clear, any attempt by Communist China to conquer Taiwan by force would result in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这是赫格塞斯头一摆伫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谈话，伊强调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恢复勇士精神，重建军队，甲恢复威慑力，用实力实现和平列最优先的事项。赫格塞斯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讲，伫伊任内中国未对台湾发动攻击，美方目标是避免战争，和战争成本提悬，也若和平是唯一的选项。赫格塞斯3日也呼吁印太地区的朋友增加自身的国防支出。这场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甲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30正式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迄天发言时强调，中美的分歧甲对立，爱各国选要支持倒一边，是当前世界上界主要风险。也敦促欧洲甲亚洲建立新联盟，来阻止中国误国，两国寻求建立协调范围，更加呼吁中国阻止北韩介入乌克兰、俄罗斯战争。马克宏警告，若温准俄国任意控制乌克兰领土，会对亚洲造成风险，也包含台湾。Because if we consider that Russia could be allowed to take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without any constraint, without any rea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how would you phrase what could happen in Taiwan? What will you do th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in Philippines?
也来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6年来头一摆无派国防部长出席，改由级别较低的学术代表团来参加。外界猜测，中国国防部长当军无出席，也可能是北京伫降级甲美方的接触战机，显示两国即阵的紧张关系。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再来关心的是，全台湾大罢免的行动，目前呢是有31个拿赢的立委，这罢免人数已经通过标准。中选会目前是还未公布投票的日子，也毋过呢，这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伊说讲这日子呢，其实就是7月26，也有8月23，这是互人质疑有下笔的问题。罢免团体陆续提交第2阶段联署书，予各地选委会查对。不过，对着罢免投票日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伫面册发文点出，就伫7月26、8月23。国民党立委质疑，敢讲是跳过中选会？郭建明直接来宣布是顶例。难道柯建明，你已经作为中选会的太上皇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检调应该去调查中选会有没有泄密、有没有勾结的问题。对此，中选会澄清，投票日期是各界家己推估的，无评论。只有针对公民投票日，确定是伫今年8月23。也若民进党立委是推测，理解提案大部分在5月初送件，依照三百法第83条规定的40天内底完成审查，差不多是伫6月11，并且根据公法第87条，投票日应该伫公告成案了后20到60天内底举行。所以讲推估的投票期间是7月初2到8月11。那因为投票大部分都是礼拜6，所以呢，很多人都预测是7月26。那如果晚一点呢，可能就是8月2号。稍微提早一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那个时候在汉光演习，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简单的按照法条的数学的推算。也来罢免立委5需要团体地动山摇林显林张克进进行宣布退出。却是伫即时，互网络媒体公布上早声明稿，内容直接点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在误判情势，做出错误的决策。当国民党方抄假时阵，伊原无任何会使解救同志的方法。伊加确实国民党的罢免连书真正有抄名册行为，就袂使说服家己去认同。确实民进党冇抄，当然想法也是唔对的。如果国民党是用这种造假抄袭的方式，那这些都已经触犯了法规。我已经向检调提出笔迹鉴定、测谎鉴定等等，来证明我没有参与到任何一张联署书抄伪的情况。罢免团体地动山摇继续拼连署，赖依林也讲已经向高等行政法院控告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并且主张第2阶段连署书无应该限制单一领现人。另外，罢免国民党立委部分各地罢免团体也伫连假继续冲，避免伫投票日进前详细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一般性的补助款，这是引起地方真大的反弹。院长邓英泰希望讲会当追加636亿的预算来解决这个问题。民进党团的立委呢，是因为讲这就是互那边赢一个机会，甲进前的财务的破坑甲补起来。也毋过在野党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个威胁。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予体检，并且予要求家己调整体检数636亿。行政院因为安尼，统一抬调地方一般性的补助金25%，引发反弹。台北市长蒋万安进前大声有动作，委任律师到行政院提诉愿，要向中央连本带利追偿予体检的钱。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发声，删了一般性的补助款，这是这么努力，因为你删的是救命钱。赶快把一般性补助款给他回补回来，新北市也会极力的去保障市民朋友的权益。那行政院长邓英泰是提出改方，提出以追加预算的方式解决中央甲地方所拄到的困境，也希望地方政府会当发挥影响力，让在地立委也会当支持。而立法院大幅删除的总预算金额高达2076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已经被删除了1439亿元，已经没有再删减的空间。而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长期挹注之下，财政已经好转，去年度的岁季剩余共约有708亿元。如果地方政府有困难的话，行政院也会努力给予支持。行政院强调是为着避免进一步对国防安全、外交、教育、社会等政策造成严重的影响。你现在把中央删了900多亿，又叫中央自己调整，怎么调整？行政院提出解法，就是呢用追加预算来把这个财务的破洞给补起来。希望蓝白能够把握这样一次补考的机会。行政院明明知道给地方政府的一般补助款是法定义务支出，也明明知道
我们在11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通3的项目当中，根本没有地方补助款的这一个项目，现在喊出要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逼立法院同意卓荣泰现在此举简直是在掳人勒赎在野立委主张承补地方的补助款，再个讨论追加预算，也预告讲会要求杜永泰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新竹有一间土地公庙是连续9冬以来呢，拢会伫5日节时阵招志工做伙来包肉粽。今年是隆重包出7000粒的肉粽，其中捐出1000粒予弱势团体。虽然讲这几冬这捐不了计销是直起，也毋过庙方讲因的爱心被救罪。准备香菇猪肉粽的手无停过，另外一边的志工是咧斗吹肉粽。为着赶伫咧中昼进前，甲7000粒肉粽完成，大家自前一暗就开始准备材料。猪肉啦，那个萝卜、豆干，还有花生，我们都包在里边，然后弄好了，香菇放在上面，就跟它这样绑起来，这样整个这样开起来就放到香菇，这样就很漂亮。新竹这间土地公庙连续9冬，招志工做伙来庙埕包肉粽。今年准备的量有7000粒，其中的1000粒肉粽要送予弱势团体。一个粽子就要大概60-70吧，所以我们号召志工，今天一大早就来包，现场包快要7000多颗的粽子，要准备一些给弱势团体他们来享用过节的气氛。庙方指出，这几年肉粽的原料直起。尤其是猪肉加香菇，计销起差不多1/3。猪肉起差不多1/3，一斤差不多160-170块咯，有无吼？香菇嘛是起价，去年平均价一粒拢差不多咧32块至33块啦。今年爱40多块。但是庙方爱心无求水，只要民众有需要，拢会当来领6粒肉粽，互大家拢会当感受5月节的气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现代的社会，接触到八卦的人是真少啊！伫台北呢，有100多年历史的姜乐宴，是和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合作举办体验活动，招民众做伙来学八卦，嘛来欣赏音乐。听古典的总指挥，民众唱体操、含鼓吹、弦啊互相配合，伫咧体验演歌八卦演社台北姜乐宴结合草稿场的剧场成员合作扮演韩信奔波。台北姜乐宴自日本时代1913年成立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大稻埕8大演社之一。31接受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的邀请，来举办八卦体验活动。我们的这种年龄层来讲，可能比较没什么接触所以就你大概知道，可是你不会去知道说这个是怎么演奏的。等于说今天这个机会就蛮有趣的。台北姜乐宴是传统艺术无形文化慈善保存者，目前正式的学员有30多人。八卦会使讲是台湾的重金属音乐，常在配合歌戏、布袋戏等等传统戏曲的后场演奏，也是宫庙做头日的时嘛听会到。为着要甲八卦这项传统艺术传承落去，台北姜乐宴特不时有开课教学，当有侪少年家加入。下海城隍庙，伊这个月拢咧办迄个文化祭啦，就是城隍爷的生日安尼。所以迄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找阮姜乐宴来做一个要推广啦，就是互大家，互一般的人熟悉八卦。我伫学八卦的时阵，我会感觉说我学的物件真正是台湾的生活，台湾人的思想。所以你甲我互我就有遮地气嘛，地气的感觉，足实在的。姜乐宴表示，无论喜事丧事，拢听会着八卦音乐，而且这嘛是早期先民留落来的娱乐文化。也毋过，即马工商社会接触的人少啊，嘛定会因为毋知要安怎欣赏八卦音乐。姜乐宴嘛希望加透过这款体验活动，互民众对台湾土地音乐产生兴趣，进一步愿意了解斗阵传承。记者卢尚珠、郑俊由台北报道。今仔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3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4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
东部地区是22度到32度，咱那外岛地区23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早起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